议员林美燕甲詹培雅因为接到不少家长甲野男的订正，虽然军人伫咧第7类的疫苗施打意愿，不过对有意的野男伫咧等待入伍，拢无伫咧疫苗的施打范围。对此，议员希望市府会用争取专案来施打，避免入伍成为防疫的破口。依然要录影的时候，竟然没有接种疫苗，我想他们到了军中，马上就会进入大家共同生活、共同训练。就是等于群聚的一个就是生活方式。那但是役男他现在他必须要入营以后，他才升为是一个就是军人，他是属于第7类，今年接种是第7类，但是他在入营之前不是啊。而且现在我们有看到哈，现在接种的第6期哈，第6期是从8月16开始就是开打，那对象是65岁，还有到64岁的民众，8月23到8月9。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就是的役男都是在22到23岁，你看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就是192透过192接受到疫苗的接种了哈，所以。他今天是要去保护我们国家的，他是要培训的，他是我们未来国家的栋梁。你在那份群聚过程中，一开始就没有给他们接种疫苗，我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你甲想一个少年家去做兵，大家一定爱感觉一个团体拢做伙。我想嘛，只有室内大家拢困做伙，这种疫苗本来就应该对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而且咱讲真，咱就像讲啊，咱做兵的15天前就应该有接到嘛。那我们14天的观察期，我觉得说这样子是说非常的不对。对此，市府卫生局加民政局来回应，确实野男伫咧入伍进前，必须要家己透过平台来预约登记。不过伫咧入伍以后，就会归国防部来做册施打。阿美入营之前在等待入营这段时间，是不是市政府能提早帮他施打？但是这又牵涉到说疫苗分配的问题。那疫苗分配，如果因为现在呢要上1922之后呢，才有疫苗播放下来嘛。因为市长说实在，市政府也没有那个疫苗多余的疫苗去打这些等待当兵的这些人来施打疫苗嘛。但是针对这个部分呢，议员你们有提出这个意见的话，我们还会询问给卫福部跟内政部，甚至国防部的部分，也针对这个诉求的部分，是不是一接到兵单了我们就安排让他施打疫苗这个部分呢？我们再来努力。议员强调，虽然中央无事先为野男来施打疫苗，不过建议市府是不是用个率先全国，成为咱市的野男来设想。毕竟野男保护国家，咱嘛爱来保护野男。台湾新闻引根采访报道。